朝中大臣、文武百官，正等着9000岁登坛祭天。正所谓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。造怀之事，不宜先密之巧。本座今代天子祭天，必摇起满天神佛，赐福大明皇朝，黎民安养，国祚绵延呐！魏忠贤，你这条断子绝孙的阉狗，你凭什么替天子祭天？有此报复千岁！简直是大逆不道！不杀了你这条阉狗，天下就不得太平。玄冥七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！受死吧，阉狗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！快回家！报上名来！神机营叶红影。
孩儿来迟，万望义父恕罪。哎，来，快起来！你救驾有功，何罪之有啊？李飞暖9000岁受惊，卑职知罪。哼，全是一群酒囊饭袋。若被我儿红影及时赶到，这后果担得得起吗？卑职护驾不周，请9000岁降罪。哼，这次就算了，但再有下次，本座要你提出来见。是。起来吧。谢9000岁。红影啊，这位东厂指挥使厉公公是自家人。久闻神机营头号杀手叶红影叶千户，9000岁有此义子，必可高枕无忧啊！啊，飞暖，我儿红影生性孤傲，初次见面难免生分，日后熟了就好了啊，你可别放在心上啊！啊，卑职不敢。看看这些自以为是的反贼，简直太猖狂了！本座扪心自问，侍奉皇上，忠心耿耿报效朝廷，劳心劳力。本座今日代皇上祭天，是为天下百姓、黎民苍生祈福。他们居然还想置本座于死地，这简直是蔑视王法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请义父放心，孩儿绝对不会让这些乱臣贼子为祸天下。好，不过杀几个恶贼容易，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。你可知道这危害天下的祸根在哪儿吗？请义父教诲。东林书院。这是当然。老夫虽说已经不问朝政，可是绝不能看着先皇的基业被这群阉党走狗祸害。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，老夫已经拟定了良策，暗中联络了各部各司的同僚以及门生。这些都是我大明朝的忠义之士，愿为我大明社稷舍生取义。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，只能忍气吞声，随波逐流。一旦条件成熟了，我们就会联络袁崇焕将军，共襄盛举，里应外合，一举将魏忠贤的阉党恶事除掉。你将这幅名册给袁将军送去。这次事关重大，我去请风尘双侠亲自护送您去辽东。皇上，这朝中文武百官的奏折，不要给朕添乱！你没看见朕正忙着吗？跟以前一样，你替朕批阅，有什么事情你拿主意，好吧？这其他的奏折，卑职是能代皇上批阅，可唯独这件事，卑职还真做不了主啊。你就别谦虚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天分。就像朕，最大的喜好就是做木工活，你不知道。当看到别人拿到朕的器物叹为观止的时候，朕的心里是多么大的满足。可我一看到百官，我头都痛；看到这些奏折，我就烦。问我什么是治国之道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治国之道？不像你，像卑职。对呀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替朕打理这些大事小事，真是替朕省了不少的心。你才是真正的治国良才。可是造物弄人呐，你只是个太监，而朕原本应该是个巧夺天工的木匠。从娘胎里出来，就当这个倒霉的皇帝。卑职还是希望皇上能够流芳百世，名垂千古。流芳百世，名垂千古。历朝历代有哪位皇帝真正能够做到流芳百世、名垂千古？哪一位不是遭到后人的唾骂？唐太宗李世民杀父弑兄，晋代隋炀公杨广强占妇妾，就连我们的太祖高皇帝，不也是被后人指责说是大杀开国功臣吗？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。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老爷，老爷，
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您快去看看吧，老爷。出什么事？没看见我在讲课吗？老爷，我简直说不出口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那凶手简直是惨无人道啊！凶手惨无人道。哎，你说清楚，到底什么事？难道出了人命？老爷，你看，太离奇了吧！我没胡说八道，谁干的？一夜之间，我的鸡都没毛了呀！这谁呀？干这么无聊的事儿啊？那肯定是被人下毒了。谁会对鸡下毒啊？鸡会得罪谁呀？还用想吗？还会有谁？朕听说东林书院都是一些读书人啊，那个顾县城还是朕的启蒙恩师，这些人怎么可能是反贼呢？皇上有所不知，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，自称是东林党人，平时大放厥词，攻击朝政。如今进上这份奏折，不但把卑职说成了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，还把皇上您贬成了一位涂炭百姓的一代昏君。皇上，这干人等狼子野心，若不严惩，只怕难以照拂天下。这件事你就看着办吧。对付这些，你一向都有主意。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这些乱臣贼子妖言惑众，诋毁皇上，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。卑职早已发现东林党人图谋不轨，于是亲手编写一份《东林点将录》，密令各级官府暗中监控。待皇上您一声令下，立即将其处剿灭。实说前辈潘如真亲自南下无锡，东林老巢。王者之师剿灭叛党，如此一来，皇上您便是为万民造福，必将可以流芳百世，永载丹青史册。老实说，你想怎么剿灭反贼，朕不想过问。朕倒是想让你看看，朕的手艺最近是不是有所长进？哎呀，皇上啊，您现在的手艺那可真是今非昔比啊！就是鲁班在世，也会自叹不如啊！真的？您的这一片苦心，就是世人看到了，也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呀！好，好！婉儿为鸟，其鸣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我要飞上天了！哎，老爷，你看，小少爷，你怎么上房了呀？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马上飞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试试这对鸡毛翅，我保证你一飞冲天。学鸟飞，荒唐！爷爷，我想学鸟飞是您教我的呀，怎么能说我荒唐呢？一派胡言！我有教过你这种荒唐事吗？您教过我的。您说做人要有鸿鹄之志，要有展翅百川千壑的雄心。不信你问马上飞，马上飞是不是这样？哎呦呦呦呦！啊，我证明。老爷，你确实说过，他确实这样教育你，我正好。石副将，末将在。风尘双侠已经去江南好几个月了，顾先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袁将军，风尘双侠还没有消息传回来。还没有消息，将军，您先别担心。末将认为，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，这表示魏忠贤这帮狗贼到目前为止还没敢对顾大人下手。如今魏忠贤这条阉狗把持朝政，权倾朝野，欺蒙圣听，顾大人刚正不阿，早就是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我的确担心顾大人会遭遇他们的暗算。将军，您多虑了。顾大人毕竟是三朝元老，也是当今皇上授业恩师，
只要皇上还在，这个魏忠贤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把顾大人怎么样的。但愿如此吧。来，喝茶吧，啊。9千岁，这回我可是不敢有半分停留。跑了3天3夜不吃不喝，跑死了3匹快马，冒着9死1生的危险，赶来把顾县丞想对付您的秘密向9千岁您禀报啊！本座明白，辛苦你了。来人啊！这是你应该得的。谢9千岁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呦，支茶！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对你忠心耿耿，为什么你还……走狗也配谈忠心？今天你可以为了银两出卖你的主人，明天这同样可以出卖我。那铁盒被魏忠贤劫走了，东林书院出了内奸。什么？陆林是魏忠贤的走狗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顾先生将铁盒交给袁将军一事，必定惊动了魏忠贤那狗贼。我担心顾先生会招来杀身之祸，所以和道长特地赶回来接应。袁将军在辽东执掌军权，魏忠贤对他有所顾忌，想必不敢轻举妄动。可顾先生您早已告老还乡，况且这铁盒的钥匙还在您这儿，恐怕魏忠贤会对您不利呀。难道我们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魏忠贤荼毒天下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不，老夫决定亲自进京，面见圣上。算算时间，潘如真也该完成本座交给他的使命了。我要亲自到无锡走一趟，听听他传来的好消息。卑职这就去准备，亲自陪9千岁南巡，保护9千岁安全。不用了，红影已经上路了，这一路上由他保护本座的安全。可是9千岁，保护您的安全从来都是我们东厂的职责，怎么能……本座要你留下来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。当今朝中与本座为敌者比比皆是，而皇上宅心仁厚，容易受谗言蛊惑，本座稍有不慎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如今也只有你忠心耿耿于我，我必须将最信得过的人留在宫中，为我盯紧一切，绝不能让闲杂人等接近皇上。若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务必在第一时间内告知本座。顾先生，魏忠贤的爪牙遍布京城，您这一去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！老夫这把老骨头，还怕个死字吗？熊廷弼、杨涟这些忠臣良将，都先后遭到魏忠贤的毒手。老夫没有替他们讨回公道，心里有愧呀。杨涟的女儿如今下落不明，老夫实在对不起诸位大人，更对不起先祖皇帝的重托。其实我们早就想带杨姑娘来与先生会合，无奈杨姑娘坚持不肯，她害怕自己的戴罪之身会连累了先生您啊！哎呀，这傻孩子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我怎么忍心让他一个人流落在外？快带他来见我。先生不用担心，我已托人带话给冬晴姑娘，她会尽快来东篱书院拜见您。当真？9千岁，没听说皇上有什么病啊？这方子补身的。补身？别多问了，记住，给皇上送药的时候
要派个信得过的人去。还有，这方子千万不能落到外人手里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卑职完全明白，请9000岁放心。但愿这次潘如真能替本座找到打开铁盒的钥匙，否则对本座太不利了。9000岁，不就是个铁盒子吗？我们完全可以派人把它撬开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铁盒，我已经找了很多能工巧匠。这盒子里装有机关，如果要强行打开，盒里的东西就会立刻被焚毁。9000岁，您不是说这铁盒里的东西对您不利，那毁了岂不是更好吗？别看如今满朝文武人人尊称本座一声9000岁，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我心里清楚得很，暗地里想要置本座于死地的人，那是大有人在。想要除掉这些乱党，可就全靠这铁盒里的东西了。等到铁盒打开之日，就是将这些乱党一网打尽之时。请恕卑职斗胆再多问一句，这铁盒里的东西是东林党名册。给我仔细收好，不许放走一个叛党！哎呦我的！小少爷，差不多了，咱们下去吧。啊！马上飞，反正你上来了就别下去了，早跳晚跳都是跳，你想开点，别耽误时间，跳吧。少爷，别让我跳，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以后你半夜撒尿谁叫你，我还得照顾啊。哎呀，东林书院里那么多人呢，伺候我的人多的是，万一你有什么事，有好多人能伺候我呢。啊，快跳！不是，这太高了，这是。预备。是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啊？你是，当然你是，你永远是我的主人。可是这跟这没关系。那你就得听我的，我要你像只鸟一样勇敢地飞出去。小鸟？你小少爷见过这么大的小鸟吗？再说也没这么肥的呀。我给你2条路，一条是死路。那我不要，我要另一条路。另一条是绝路。什么情况？还好。为什么受伤的是我呀？不好了，顾先生，锦衣被杀进来了。这，顾先生，怎么办呢？真的出事了！一定是魏忠贤派人来，想把我们赶尽杀绝。诸位属下，你们保护顾先生先走，我去引开他。退下。是。还不走？
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你要赶紧离开呀！不行，洞里数有上百口人，我岂能不管？可是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啊！可是，傅大人，你别忘了，要是你的官印落在奸人手里，那名单上的忠义之士必死无疑啊！就连袁崇焕将军也难逃牢狱之灾呀！小五，顾大人，为了大局着想，走啊，走啊，快走！走啊！我念你是朝廷命臣，有功在身，不杀你，留给你一次接受律法制裁的机会。狗贼，就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。拿下！是。爷爷，是我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爷爷，我好害怕呀。给爷爷听。顾大学士，我念你是三朝老臣，不为难你，留下官印，我放你走。休想！乱臣走狗，老夫就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，我成全你。去死吧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你放手啊！放手！啊！就凭你，我要摘下你的面纱，看看你是何方神圣！狗贼，你残杀无数忠良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要你的狗命！走！上！快走！我的钱！
疼死我了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人！妈呀！关门！日月，你躺下来装死！我说你们换个别的地儿行不行？我已经在这儿装死了。啊！马上飞！马上飞！啊！老爷，小少爷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马上飞！你快救救我爷爷吧！哎呀，老爷受伤了，伤得这么重啊！哎呀，老爷，我哪会救人呢？我到你这儿只学会了杀鸡、杀猪、杀牛，我不会救啊！你见死不救！小的不敢。老爷，马上飞，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，拿着官印，保护小少爷离开这里，去找平辽将军袁崇焕。你太高看我了，我就是一厨子，哪干到那事儿啊？我只会煎炒烹炸，你还得求别人吧，老爷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没什么出息，找上你我千百个不放心。可是这东宁书院，死的死，抓的被抓，只有你了，我只好把人怨托付给你。哦，老爷，你太会聊天了，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死不瞑目。啊！哎呀！爷爷！哎呀！爷爷！爷爷！哎呀，老爷，你别这么瞪着我呀！我没抱过死人，老爷你别在我怀里去呀，老爷！我老爷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小少爷，别！倒霉的关键不赖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小少爷，这是宝贝。救我爷爷呀！干什么呀你？爷爷！别叫！放开我！哎呀哎呀！爷爷！别喊，别喊，小祖宗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！他要是进来，你们俩都得死，知道吗？别叫！可小事亏呀，不许出大事，控制啊！这儿有个洞，我们可以爬出去。我看看。我先出去看看。哎呀，卡住了，小少爷，快帮帮我！快点！我使劲呐！快一点，小少爷！怎么还数成数了？花姨，你就别再拦着我了，我必须要回去。今天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一路追过来，你现在早就被那些官兵抓起来了。亏你还长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你瞎了？你没看见那么多官府的人都在那儿？你别忘了，你的真实身份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现在可是戴罪之身，你知道吗？花姨，你都看到了，
那么多官兵把书院给围住了，顾大人他一定会有危险的。我原本今天是想去看望他老人家的，可是没想到，天下想不到的事儿多了去了。当年我堂堂一个将军夫人，现在却成了醉月楼的老鸨。东林书院出了事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你也看见了，这么多的官兵，就单凭你我2个人的力量，怎么能救得出书院那么多的人呢？弄不好，你我2条小命都得搭上。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你杨冬晴不怕死，我赛花花也豁出去陪着你一块儿了。可你想清楚了，咱们要是这么一去的话，万一把身份给泄露了，那醉月楼肯定也跟着没了。这醉月楼没了，那些被魏忠贤残害的人可就少了一个藏身避祸的地儿了。可是华姨，我听我的话，先回醉月楼，商量好了再做决定。快点啊！你干嘛？快点！我屁股疼。你还屁股疼，脑袋都快掉了。大侠，好帅呀，飘然而至。该不会砍人吧？腰上系的沉甸甸的，可是你家老爷留下的官印。崇拜，隔着布都能看出来，火眼金呢。留下官印，可饶孩子不死。饶他不死，那我呢？去死吧！住手！想必是潘巡抚吧？我今天来是想……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是想要人是吧？好说呀，告诉我哪个反贼的家眷，我会帮这个忙的。就冲你这张小脸蛋儿，我也会。哎，放肆！哎，对付你们这些人，本府向来都很放肆的。姓潘的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小心我把你那条手给卸了。哎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竟敢恐吓朝廷命官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谁敢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9000岁清零。潘大人跟我叔叔混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会不认得这道令牌吧？你叔叔？那姑娘你是？我家姑娘是当今9000岁的亲侄女儿。潘大人，你不会不知道我魏方宗是谁吧？哎呦，恕在下有眼无珠。常听9000岁提起姑娘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请姑娘恕在下无礼。既然知道，还敢对我家姑娘无礼，该打！慢着，好歹人家是巡抚大人，给人家留点面子。哎呀，多谢姑娘大量，择日本府必定备其厚礼，向姑娘谢罪。哼，厚礼是山珍海味还是奇珍异宝？你当本姑娘是没吃过没见过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奇珍异宝，是我叔叔哪儿没有的。哎呦，那可不敢。不知道下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，姑娘尽管吩咐。我只想要你帮我做一件小事。请姑娘直说，下官在所不辞。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哎呦，这事儿容易，我现在就派人，就是把无锡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一定把姑娘要找的人给找出来。哎，别说找一个，
就是找几十几百，也不是个什么难事儿。姑娘，你要找的是谁呀？我要找那么多人干嘛？我只想找我的红影哥哥。红影哥哥是谁呀？神机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，他是我的红影哥哥，智慧敏捷，聪明过人，像狼一样的冷静，一样的冷血。他出手急如风，快如电，比豹子还矫健。他有苍蝇般的眼神，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能洞察先机。他龙行虎步，走路的时候每踏出一步，不多不少只有10寸。好看，就哎呀！看见没有？看人家这一身行头就不一样，大侠呀！是啊，大侠就是不一样，太帅了。他帅，我不帅。谁让你看他人呢？看他钱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，看他的钱袋鼓鼓的，肯定有不少银子。他一定很有钱。很快他的钱就要变成我的钱。哎，当家的，你看人这身行头就知道人家是高手，咱们打劫他，算了啊！不是你给我长点出息好不好？你懂什么呀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当家的，咱们就算是进了虎穴，可是也未必能得着虎子啊！你想想啊，咱们哪次打劫，哪次得过手？哪次不是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、屁滚尿流的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有点志向，长点志气呀？不是啊，你说你们受这么点小挫折，都给你们吓成这样，你们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？要不然我们何年何月，我们才能脱离苦海，我们才能扬名立万？可是当家的，可是行了。决定了，就拿这头肥羊开刀。我不想杀人，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方宗，清风和明月说看见你进了客栈，我还不相信呢。红影哥哥，别洗了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不，我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你别这样，你看清楚，你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？为什么别人的梦都有醒的时候，而你的梦却永远也醒不了？因为我不是别人。你忘了带这个。你慢点喝，心里不好受你就说嘛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那么大个人了还做噩梦，自己吓唬自己。红影哥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杀错人了？不，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那就对了，你杀人是为朝廷办事，为皇上尽忠，为义父尽孝，
这本来是忠孝两全的事呀。再说了，你杀的又全是那些该死的乱臣贼子，他们本来就该死。你又没有办错事，干嘛那么折磨自己？每次都拼命的洗手，我看你啊，手都快洗脱皮了。答应过一个人，你答应过一个人？洗手？你答应过谁呀？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你不告诉我算了，我也不问了，省得又自讨没趣。将军，没想到魏忠贤这个狗贼，真的敢对顾大人动手。恐怕现在和东林书院沾点边的人，都被这阉狗魏忠贤！你这无法无天的阉宦！石副将听令，末将在，即刻随本将进京面圣，我要当着皇上的面弹劾魏忠贤这个老贼！将军，万万不可！大胆！军令如山，你敢抗命？末将不敢抗命。只是将军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万望将军您三思啊！三思？我还要三思？顾大学士、熊将军，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、为国为民的忠臣？魏忠贤这老贼，为了夺权，不停地捏造罪名，将他们一个个置于死地。再这么下去，朝廷早晚是魏忠贤的，大明朝早晚要毁在这个狗贼的手里。可是将军，魏忠贤，他现在是皇上的宠臣，权倾朝野。如果将军您贸然回京，一定会中了这个奸贼的暗算，惹来杀身之祸呀！哼！我袁崇焕，自从军之日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为了皇上，为了我大明江山，即便是株连九族，我也要除掉这个奸贼。将军义薄云天，天下皆知。可是，这个人生死事小，顾全大局为重。将军，请三思啊！那依你之见呢？风尘双侠仍在江南，东林书院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定会传消息回来。将军，不如略等几天再做定夺。上苍有眼，佑我忠良。如果铁盒里的秘密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忠良义士要遭到他的陷害。二位不用担心，我听顾大人说过，没有钥匙，即使魏忠贤撬开铁盒，也什么都得不到。那钥匙在哪儿啊？哈，铁盒的钥匙其实就是顾大学士的官印。只要找到这枚官印，我们把它毁掉，就可以救多少人的性命啊！但愿这官印还没有落入那狗贼的手里，这个东林书院就没有人活下来吗？不太清楚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通知袁大将军。袁大将军，顾老先生不幸身亡，东林党人群龙无首，袁崇焕将军现在手握重兵，我想魏忠贤再傻也不敢对他动手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情况赶快告诉他。哎，可是这个袁大将军现在远在辽东啊，这个我们怎么可以？放心吧，我和师太这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辽东，禀报袁将军。忍住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存心害我吗你？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？小少爷，我阉鸡、阉鸭、阉狗之后啊，每次都用这种草药给它服上，过2天就好了啊。什么？给畜生上的药？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了？你不是东西。什么？不，你不是东西。不，你是。不，你不是。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就是我的小少爷。小少爷，为了你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什么都干。哎呀，不要说那么多了。我要你陪我回书院找我爷爷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主人的话呢？小少爷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见你爷爷呀？你们是什么人呀？啊，这打扮看不出来吗？山大王，要想活命，把钱留下。
英雄，要钱真没有，要命就一条。那就拿命来！站住！流氓啊！站住！汉阳大学士顾县城，是顾大人。顾大人，你们认识我爷爷？马壮士，以赤胆忠心保护少主，兄弟大伙敬你！来，干！其实我保护小少爷，不是因为什么赤胆忠心，只是怕老爷变成厉鬼来找我。小少爷，你是忠良之后，我边哥绝不会为难你。其实，我们弟兄几个也是忠义之士。那你们怎么当土匪了呢？哎，小少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哥几个以前都是在朝廷里当差的，因为得罪了阉狗魏忠贤的党羽，被罢官流放。为了生活，不得已才当起了土匪，拦路劫道。那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吧？有什么办法啊？为了表示心意，我愿意把我们攒下来的一点银子拿出来，孝敬二位当盘缠。拿去花吧。好，谢谢。客官，您看喜欢哪把？这几把都一般。哦，我还有一把震天宝剑。小儿，过来帮忙。哎，好嘞。慢点。您。客官，您看这把剑，不但可以防身，还可以辟邪。好剑。敢问这把剑叫什么剑？客官，这是我削梨用的水果刀。客官，您挑了这么多把剑，不知道您要买哪把剑呢？我想选呀。哎呀，你又用什么剑？你买剑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越是功夫不够，越要行头来凑，让人一看就像个大侠，要不然就被人欺负。干嘛？小少爷，你看你这衣服太难看了，脏的呀，都破了。我等会儿出去看看，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，帮你买一身，换上。忠孝两全，这4个字你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，爷爷，我去玩了。哎，不行。要把这4个字再练10遍才可以出去。啊？怎么还练10遍呀？我昨天不是练了吗？怎么还练呀？那你昨天吃过饭，今天为什么还要吃饭？因为我饿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
这个练字读书必须要专心。爷爷，我好想让你再抓着我的手，教我写字。如果你还能教我读书写字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话，认真学习，绝不再惹你生气了。爷爷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客官，这是本店专酿的竹叶青，来一壶尝尝吧。我只喝自己带的酒。啊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见过这2个人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没事。究竟是谁？城南茶店不见不散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小少爷，看看野菜蘑菇汤，快来趁热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饿晕了吧？快！我不饿，我想爷爷。哎呀，天哪，熏死我了！你这么小年纪，要经历这么多生死离别，确实难为你了。孩子，不想这些了啊！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喝了它啊！你这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看那边，看到了吗？我刚刚采的野菜蘑菇汤，快喝！我不吃野菜汤，我要吃烧鸡烧鸭。还有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啊？我要住客栈。小少爷，那个鸟人在到处追杀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在这儿大吃大喝，到处招摇，要被人发现，那不送死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烧鸡烧鸭。我爷爷说过，人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缺什么，才会想吃什么。我就要吃好吃的。歪理邪说，想吃什么就说明肚子里缺什么呀？那狗吃屎，肚子里缺屎啊？鸟吃虫，肚子里缺虫啊？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了，我不理你了。行了，小少爷，实在不行忍一忍，克服一下啊！没那么多钱，吃好的喝好的。那些好土匪不是给了我们好多钱吗？那钱得省着花呀！你真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袁崇焕大将军啊？奇怪了，这么好喝的汤，难道你就不诱惑吗？你看，我这里就香，喝了。我保证，你喝了还想再喝。干什么呀你啊？浪费，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！是不是呛到了？没呛着，你煮的汤太难喝了。胡说八道，绝对是胡说八道，肯定是胡说八道。我煮的汤怎么会难喝呢？你尝尝啊！我是想让你先喝，我再……那行。我没侮辱你吧？实在太侮辱了我。年轻人，有胆识。刚才那个图纸是你的？不错，看来你的悟性挺高。我给你的信那么深奥，你都能看得懂。找我何事？好，快人快语。那我也不多废话了。江湖告急，想借你身上一物。江湖告急，想借我一物。剑在人在，你想借剑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对你那把破剑没兴趣，我是对你那个有兴趣。荷包，原来你想打劫，聪明，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哼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的。降龙18掌，嗨，嗨，嗨！金银白骨爪，嗨！我捉
再多练几年吧。我没师傅教，我教你。好，手抬高，脚抬高，腰收紧，挺胸，收屁股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你们两个见死不救啊！快出来救我呀！来了！兄弟，关键是我不会丢下你。臭小子，兄弟来了，你赶快出手救钱吧！救钱！一起上吧，省得我费事。好！呀！哎呀！呀！哎呀！当家的，大家饶命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，杀了你们，侮辱我的剑！大家，请留步。怎么，还想挨打？我要拜你为师。是啊，滚开！师傅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你走。我也不让。放开你们的手！我也不让师傅走。你就可怜我们吧。我们什么都没成功过，打劫更没成功过。你要是不收留我们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，师傅！师傅，住口！不许叫我师傅！那条活路。要我给你们条活路可以，起来回话。替我办件事。好，您尽管说，我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这两个人身上带着一枚铜制的官印，你们若能找到，赏银100两。这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吗？哎，少爷，看看我这么走路像不像？